点灯的仪式啦！耶，我要保庇海九平安，对不？海九平安。所以呢，点灯完之后嘞，他就有送一个平安符。阿哥，我平安的弟弟，那等我回家领，对不？回家喝平安弟弟哦。好，耶，点灯完成，耶，出班啦！嘿嘿，出班就。你背楼梯哦。好，停！而且我们去看神秘的隧道，呀！哎，就我们订蹦汤啊哦，神秘蹦汤。今天都是自己走哎，登顶了还就哇，好棒棒哦，棒哦！哎，走掉了。还就啊，今仔日要入住宜兰传艺中心的饭店咯。还就我们到了，开箱。不好意思打扰了。哎，这边就你的地方在那里。睡这边。还就我们入住了今天晚上睡觉的地方，加有休困的所在，对不？还有，还有船这本所的所在，还有这，哇，湿纸巾，就赞呢，就贴心的，还有这，这是会使饲脸毛，还有会开的，还有，还有尿珠啊，尿布，尿垫，哇，好赞啊！还有。哇，你的洗洗碗诶，就大型诶，还有洗洗碗，爸爸洗洗碗，按时个食好不？好，还有来，这样好，还有鲜食会在食呢。看看还就介意哦。哇，鲜食，还有啥？还有，你的床就舒服诶，还有，有这高啊哇。哇，穿便便我拢唔免找物件，好对不？还少，哇，就赞呢。哦，那边有鸡蛋仔。哇，这水晶耶，好漂亮哦！阿姐，你看，金榜题名。第一版的。阿姐，什么声音？点灯，这是宜兰传统艺术中心非常特别的一个活动。你看，这是一个文昌庙哦，这会使点帮小孩的点灯灯哦，还有坐着，然后还有流程，那我们做点灯，你平安好不好？来，这边写地址。哦，地址，我们住家地址，他的名字、生日，几岁。OK，好。这个最麻烦纪念日期。好，谢谢。好，来，阿姐，你先坐旁边，妈妈帮你写完。先在家，等你哦，好，先在家，坐好哦，哈。我们去找工作人员。接下来我把蜡烛点燃以后，这个希望大家保佑。阿舅，你看，我们完成了点灯的仪式啦！耶，我们要保庇海九平安，对不？海九平安。所以呢，点灯完之后嘞，他就有送一个平安符，还有平安的弟弟，等我回家领，好不？回家喝平安弟弟哦。好，耶，点灯完成，切。平安，安。OK，
要来准备困啊，对无海珠？你今仔日有耍啊欢喜无啊，海珠？看起来就忝的对无？啊，等下好啊休困哦，知无？好，拜拜。